装的，然后就他挨了，他这里能挨了，马上就往他这边那个天顶后，那个顶的话，那不是人工的，这里是很大的路边，像这边的水啊，它水上一直是这样，那这个感觉非常好，错当初的哦，而且他佛光阿里，他就为了跟他的天龙。就把天就把时间马上哎，水一说就马上就。